这本书啊，紧摕头前排。水哦。好，啊，当我毋是头一摆画啊，怪流露的。好，啊，经理啊，安尼啊咯。好，紧摕这5号牌。好，啊，记得。林先生，这个创意咯。创什么记录？咱头一届下届有主题曲做推出啊。啊，你还阁有咧？头一摆啊，有歌手来戏园登台唱主题曲。啊，也有咧，咱林秋啊，要头一届写歌词。系哦，吼。林先生，你无简单咧，你本来甲我共款是工友，啊，即嘛是文书，煞变作水先生。唉，我嘛当时哦，甲我甲你共款。哎呦，来，我甲你看卖，我甲你看下真照吼。嘿，我看吼，正拼咧啦。什么物件紧摕挂过来啦？挂好呢。好啦。待て、これ永楽山に持ってけ。きっと買う人いるんだろう。はい。社長、今の在現場拢準備好せや。すべて用意したか。はい。いや、永楽座で発表会は初めてだから、もっと大切にしなきゃ。はい。何時来るんですか。外講過ざるで愛か。あ、彼女何を着るんですか。一かけさ。ダメだよ。スンスンはうちの看板だからちゃんとしなきゃ。申し訳ありません。今すぐ菊本に行って一番新しい洋服買ってこい。はい。过来顺顺歌手登台唱歌，无买你的协会啊！买票，阿扁，快快你要看，进来买票，无买就俾你头的，够无？医生，听好啦！哇，咱迄个人满死啊呢！啊，遮侪人是来听歌来看戏噶，看戏噶啦，无影哦，是来听歌的哦。写了袂歹，写了袂歹。无啦，山洞哦，伊的曲写了好啦。赞，哇，人遮侪，你看。是啊。哇。社長さん。社長さん。いやー、今日も満席だね。想袂到有主題歌效果遮爾好，這屆你去伴吼，會賣甲長滾哦。いや，みんなのおかげだ。分大家福氣啦。社長さん、どうぞ。啊，请。这侪人啊，等下若唱唔好要安怎？咱们是倒位啊？无吧，应该是遐吧。是。不要紧，你先行好啊。啊，毋是遐啦，应该是遐，看卖。小秀，
先生，よく来ましたね。姑娘，啊你也来？是啊，社长邀请，我得赶紧来啊！而且哦，这是第一摆有歌手在戏院顶台唱歌，当然嘛要来看卖啊！まあ先生、先に座ってください。あ、どうぞ。ちょっと。後で一緒にコーヒーしませんか？あ、はい。非常感谢，非常欢迎，今日大家啊来欣赏这出《冲门玄妙》。这是咱台湾影戏啊第2次推出着这个主题歌，但是呢是第1次哦，第1次主题歌甲影戏同时间推出。并且今日咱也邀请到这主题歌的歌手来到咱戏园，第1摆歌唱登台，这拢要感谢咱哥伦比亚会社的皮亚先生，卡西瓦罗社长上，どうぞ。皆様こんにちは。柏野と申します。ようこそいらっしゃいます。今日はこんなたくさん皆様いただき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さてと皆さんにご紹介します。弊社の歌手スンスン。安怎样？无啊，这个查某囡仔，刚刚捌着大看见。你看他在唱歌戏。我想起来了。你想到啥？无啦。いらっしゃいませ。谢谢敲门，各位，三位吗？来等下。来，小姐，坐坐。来，顾问他姐。社長、コーヒーが。今度はコーヒー。啊？コーヒー。哦，好。我来3杯咖啡。はい。社長，你想法真新，会晓运用到放映戏吼，迅速来推动流行歌吼，而且佫有歌手随便顶台，确实名真新奇啊！嘛，伫个内底已经有人安尼做啊。我台北礼拜啊，看起来哦，顺顺小姐确实是引起足侪人的好奇啊。社
少看起来有想要好好经营台湾流行歌的曲盘哦。内地にはもう2、3年ぐらいですね。本当はこれからですよ。そうですか。社長的看法是，要做流行歌曲，嘛要考慮到在地生活条件。例えば、今学校先生の月給は50円ぐらいですね。一到5円。なかなか余裕じゃないか。有钱通好生活了，剩的钱才会当听戏、买曲盘，做じゃないか。看起来社长对台湾人的生活有相当的观察呢。听讲晋上的文笔真好。不敢当，不敢当。社长顶几工有催我讲斗选投顾的歌词哦，哎呦，看来看去的文字拢平平啊咧。后来我拄仔咧感慨讲。当无够谈赢哦，后尾啊，社长佫派人送来3篇的书稿啊，单书条、规律条、大桥进行曲，啊，这3篇拢是阮叫阿姨落写的啊。是的，已经找人来做曲。迄是社长无去啊。社长有在讲啦，若讲照即马安尼生落做吼。咱还阁无法度大量来出版流行歌，所以社长决心要成立一个文艺部。どうかね、仁さん。コロンビアの文劇部長なってくれませんか？僕か。ありがとう。先生，歹势，啊，阮伤大，哎。哦，我临工才来。啊，伫遮生活斗相共迄个查某囡仔，今日无看的啊，你找伊是要创啥啊？哦，无啦，我临工才来。啊，好。迄个人你捌？刚刚我来食过面咧。哎，问咱查某囝安怎？好知。阿爸母，我啥？无啊，头仔一个人足奇怪啊，问讲你有来无啊？咱也毋捌你啊。毋捌就莫插你啊！阿母，我去甲你标标。免，我来就好。互恁母做就好啦。啊，你哪有这事啥？阮头家叫人去去驱毛马。去驱毛马？无怪遮水啦。恁头家吼，真正有咧甲你栽培啦。啊，遐尔爱水的衫吼，啊，甘咧买互你穿。想袂到你唱歌戏哦，阁会当唱到有即工啊！竟然日本人哦叫你去录曲盘。对啊对啊，像隔壁迄唱歌戏啊，无一个像你安尼哦，会用唱啊做歌星。啊，当初时哦，你伫反对青蛙去学歌戏。啊，你若安尼讲啊，迄哪有人读公校啊，读到一半唔读的，啊走去学歌戏啦？咧唱歌戏啊，四界流浪呢，啊困咧戏白仔骹呢，敢有一个正常的哦？迄拢是无爸无母的才送去学歌戏啦，啊，拢阿来啊啦，拢阿来啊，怪伊去唱歌戏。阿爸，是我家己爱唱歌戏，这毋是阿拉伯怪我的。程勇啊，我看哦，你明仔开始哦，你莫来车啦。安怎？啊，即摆你咧做歌星呢，啊，熟悉你的人愈来愈多啦。啊，若通看到你遮洗碗哦，唔好啦。